台上鼓，因为大家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古，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嘴鼓了。有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读书家下，韩国人还出社会，明明马该事情就做得好些好些，还是有人会联合大家来排挤你，有可能你受到别人嘅霸凌咯。今日我哋邀請到60個後生人來大家鄉下分享，到底馬該係霸凌，韓國記得霸凌嘅故事係馬該眾上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嘅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因為上到天空等一下，故說本人針對嘅質疑。我冇上嚟唱，好，呢個。大家好，我係因為一記俾我就霸凌別人嘅呢個哥哥。我面看係懂好啦，懂好啦，係懂好啊。我不予置評，不予置評。OK。第三招啦，係小嘅係 Freaking 呢？大家好，我係慧卿呢，我係當為注意學生的之間嘅相處，總唔得霸凌哦。總唔得霸凌，果然是我們的好老師代表。好，第四招啦，小嘅係新朋友何心。大家好，我係唔啲愛變孫配音，係配音變孫愛嘅何心。可能是自己在變孫自己啊，有可能啊。第五招啦，小嘅係師傅。大家好，我就係可以來唱太陽龍設計師，我係楊妹妹嘅黃小鳳。共聊天嘅名，居民歡迎係你嘅新朋友葉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咪老細妹唱好出本寫來鬧嘅機器呢？抓！這個董總會發聲，係嘛？唔過你一開始就講到霸凌英文都bully嘛，就係兩個動形嘅詞彙。唔過可能其實對你細時節就發生過兩件事情。唔過你唔啲個人都霸凌。唔過當還沒了解霸凌這個名詞的時候，大家用辦落去取名，去安一個名，用辦去喊霸凌兩個事件嘅小鳳。哦，又係細細動作行動哦，等下幫佢打到完就跳跳嘅。哎呦，打咗嘛通啊，日本意思就鬼講，一腳帶埋日本人人邊。做戲哦。還有欺負啊，剪布推啊，你戲弄我啊，你可以啊，戲弄我也可以啊。好，謝謝。如果示範，你看呀，就會霸凌。冇，你係談話性節目，唔係歌唱比賽，你去隔壁旁邊當你大女。一上也不能欺負，有化妝唔得講，安尼就很多霸凌，點啊？好啦，我眼講，其實眼講個霸凌呢一隻詞彙係你幾年張講起嘅，每張書都從事嘅。以前你都講被排擠啊，還有被公幹啊，有。真嘅，就係大家要聯合起來去鬧，強下去鬧嘅上癮嚟呢感覺，嘅理解頭擺冇霸凌兩個詞彙，兩個這個行為怎麼去形容？每次都就會佢上癮當電影講誒，佢欺負我誒，就欺負啊電影講呀，那種詞彙其實就有一種霸凌嘅感覺啦。你見有真實冇？咪所以你剛才用講一衝咧，因為我室友彈過啊，咪就讓我教聽啊，唔教唔起哦，出按用型咧，係啊，有哦，還會聯合大家，就愛去鬧佢，就愛去鬧佢。哦，我們今天不要跟他講話，誰先講話我就先討厭誰。按用型，會跟你知道咧，係。同以前已經講，其實我是都好像我理解兩是講嘅圍毆啦，係啊，不過圍毆談起來。好像係肢體上的衝突，可是呢下我是都霸凌太多樣化咧，有嘛個名譽嘅霸凌啊，言語嘅霸凌啊，所以即係嗰種鬥殺強下來欺負嘅聲音嗰種情況啦，係。兩面人都嘅霸凌的，其實像慧卿剛剛聽曼基講嘅，就係一種霸凌嘅一種分類啊，就兩下動作中誒，有分區域的，就是你在發生的場所，比如軍隊霸凌。校園霸凌有分類型的，語言霸凌，還有肢體霸凌、性霸凌，太多的種。不過，你還問題這個，你知道對你來說，霸凌係乜嘢？好神。我係咁講哦，霸凌是你係用語言，還係用行動啊，係本人感覺到恐嚇或者是威脅之類的，那個就叫霸凌。情感都有輸到上，係，又係身體上真嘅又本大到一條一方按呢，係，給你講咧。真嘅唱條擺啲好高嘅時間，係知道係講伊媽到騙人嘅阿爸阿妹，係講伊冇錢呐，講他冇錢呐，還有你3不5時在罵人嘅祖宗18胎。真嘅，我所以呀就會言語霸凌，還有一種霸凌就係講，人哋條擺細來嘅吼，都同好高嘅阿魯巴嘅遊戲，個有啲真嘅，個有啲細來嘅吼，就冇。
无想爱搞，不过又想爱老去做朋友，故说就习惯都就抢走在老去阿强下来阿姨哈，你知道吗？本人知道本人阿嘅朋友吼，其实係一種霸凌啊，不過其實按用吞下去嘅感覺。又驚佢唔係本人阿就冇法做朋友。你呢啲唔啲呀，係西大嘅文化唔點啊？白解西拉嘅文化。我每到人做朋友啊，不挨下。哎，你講真是你係性霸凌咧，係啊，係嚴重喎！我頭擺咩唔掂啊，個人都霸凌嘅。最好霸凌陪你結婚了香人爭點啊，個人都霸凌，唔掂啊！王太太，我講聲，嘉義就會講霸凌，而家要講語言嘛，用再講法係要肢體嘛，同數同腳嘅，係一隻關係。關係霸凌，對，關係霸凌，關係。我哋用當好，你用晒係好朋友。但係請唔講，誒根本佢唔係上課，你來逃學。我根本係樂意，就你講之前嘅朋友啊，我根本呢，我還不知道。變態水個，你來去獨意啊，真件神經病，你就唔係好朋友啊，就要切八段啊，真件兩種靠關係嘅啊，對，兩種利用人唔到之間嘅關係來去威脅你，來去恐嚇你，兩種咩係霸凌嘅一種。其實來霸凌嘅定義當中就係兩種，他有個詞哦，要注意哦。霸凌嘅人可能係100人、200人，都一群人來去霸凌100人，係一個團體，沒很多霸凌，只要係個被霸凌的人感受到心裡有痛苦、有感激、有受，然後就很多霸凌。不過大家細細事件多了下，有本人變順個嘅經驗嘛，以前。然後來講好也好，是猜出我。哎，你這個係變順配上嘅。冇，大家沒有講到，我出去社會時節啊，然後一個細妹下後面，跟我嘅細來朋友，唔啲係講識得選詞一樣版。唔係啊，係報應。係。其實老外嘅細來嘅好朋友就開始講我嘅壞話，啊講嘅呢就講誒，睇緊冇老外好，啊就聯合朋友啊，就是施壓啦，樣版型咧，啊後來我就問佢講，你哋專門老外。冇人嚟講法，也講分組嘅時間，咩冇人嚟強下，啊，佢都咩冇講，就一切都冇參加。也就是說，好得咯，係有啲嘅同學，有1兩個係會人嚟強下講法，先感謝佢哋。有良心嘛，有良心。對，有時真嘅唔多啲啊，唔多啲就本人霸凌到嘅，係冇嘅理解。真嘅講到家分組後，我咩有暗用嘅操控啊，就係有一班嘅冇人嘅朋友強組，佢就霸凌我個，我冇人搞咧，佢就說個哦，完了怎麼辦？他不跟我玩了，我還跟他討好，說好啦，排曬，佢就差都唔差挨哦。那種心情真係小媳婦呢，細心球呢。小狗啊，真係小狗咁樣，唔按用就算咧，就像隔天過後啊，其實完全冇按用嘅事情。不過我成個都冇送寬，就講莫名其妙嘅霸凌我做嘛，嘅氣嘅感覺，你知冇？係啊。係啊，西鳳堂都係寫啊，冇按種。你哋細妹人真係按嘅，最突破敷衍型啊，細妹人也唔係咩？你講蒙太太，我講係特殊嘅時間，咩當到細妹啊，我看到一個團體地位，那係有一隻特別300啊，哦，較好大班的啦，就會連下按嘅，哦，你看腦記，比較受細拉嘅分養嘅嗰種細妹，咩會本人霸凌。係真嘅，主要就細妹啊，唔知咩乜嘅。我嗰時候都係2次嘅霸凌朋友係冇。我哪有啊？以前都看到學長霸凌學弟。我可能安太學，人家都知道學長學姐會霸凌，係嘛？我沒有學長啊，我條班咩乖乖啊，你本人誒險來險去啦。哦，嗰時記得都爆妹，佢就很配上嘅，來。咩啊？我條班冇可能安太學哦，學長叫用啊，當初我食飯，喺我去聽書老記種菜，結果剩1點半午餐時間，我老記種菜種到1點半啦。渣嘛快生啲，我種煮嚟叫用嘅，剩1點半種菜，唔係講佢食1點鐘喎，我老記種菜種1點鐘喎，唔看快生喎。係啊，人家就學長係沒有學長啊，係嘛？係需要當喺係能者多勞啦，喺係去聽早餐啦，嗬，喺係攞去泡麵啦、西餐夫啦，見你霸凌人係要咩罪？不過我唔相信，因為頭擺嘅時間我就談講小鳳學長很可怕，會霸凌朋友。哇，有得意啦！上次嘅面冇燒就從面出嚟。小綿羊係相信你，好冇？其實我要相信，因為以前你學校真有錢都按用嘅事情，不過從來係因為想到聽電影下來，故說本人霸凌。主持人記得霸凌啊！
继续霸凌，继续霸凌。好，坦白讲，真嘅讲，因为以前啊，唔讲我唔係本嘅學長學姐霸凌，冇看看，快點。我係本同學霸凌，係因為嗰種時真嘅艾莉非常想要討好學長學姐嘛。冇，你不是都討好霸凌你的人嗎？哦，也沒黑啦。然後呢，嗰種是因為學姐就講哦，我親乖啊，親等一下就對我有以後，後來呢，我就有同學非常的摩擦。就霸凌佢做非常壞嘅事情，因為以前艾莉會帶嘅學生嘛，佢帶學生艾莉水某嘅時間，佢就趁係水某嘅時出嘅嗌嘅後輩嘅民眾黨項過嘅咋牙膏，過到民眾黨項哦，天哪！係，跟你水某嘅時會變身，變啊，後日紅起來了後狗都呢，成風咧。全部後輩都係牙，跟住都亮亮嘅呢。報嘅啲咪全部好咧，冇啦。後來嘅阿用就算咧，後來就幫學生婦啊去沖牙齒，沖誒，佢嘛嘅牙沖牙齒嘅味道怪怪嘅，哦，記得厝嘅牙嘅牙膏底杯度不用洗頭那麼嘅啊，洗成嘅啊，應錯應好食咩？就咁多怪怪嘅牙，就說哦，記得因為有2-3人帶頭霸凌牙，唔講嘅。其他嘅人啊，就咩會講講，係講我會收到風采味，故所咩唔敢唱啊。後來你愛2-3練習愛練功嘛，咩冇人愛唱啊，我就1-3年非常攰，哎呦大傾到啊，非常愛吹歌，凍脆果啦，凍脆果，凍脆果，到底係寒脆果還是凍脆果？我係清脆果啦。清脆果沒有是 lucky 哈。不過兩個事情不管你想到，其實他小時候可能僅僅係那個誰家就好欺負，僅僅好欺負，欠負、欠罵、欠打。一看到這種就想欺負啊！你說看到小動物好想欺負它的感覺，哎呦，我心態同怪感覺變態。跟附近的誰姐不應把你的情況很勇扮演。เรา至於窮用差唔多話清脆果啊樣嘢，即係咪係當時嘅是隻骨小啦。嗰種時是冇打嘛，乜嘅都唔是講，唔敢講啦，本應欺負咪唔敢講，因為白時係，我記得哦，黑松沙士那種一開罐誒，我講打開來冇幾久哦，他我只離開座位一下下，結果轉去，我是隨手拿起來一喝，哎。變水耶！哦，鼓手幾多地杯倒嘅水頭水。記到我個黑松沙是倒掉，然後地杯度加生水。哦。係啊，然後我是我咪唔敢講啊，就喝下去，還假裝。會不會那天黑愚人節呢？沒有啊，這就是霸凌啊！韓國東奇怪嘅是係。我東校去，細細個些東校去圖書館看書，他開始就感覺東奇怪，為什麼那個學校樂隊竟然都圖書館練習？哎，他應該打小鼓的男生開始記得一直靠近我，一直打，越打越台上，越打越台上，越打越台上，開始東奇怪。明明圖書館是在看書，該不從用我去練樂隊。哎，附近，我想問，可能有可能該打鼓嘅，該誰來做演員麼？冇可能，你總一下英語玩用嘅。觀眾朋友們，來想一下，到底我們還會發生過誰時間又發生過乜嘅霸凌嘅事情？拄到咱呢霸凌嘅事情，新觀眾應用版嚟效法咱呢個親子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討論了。cái ẩm thu theo cái yao是đông thùng哦，臭味唔係，水味唔係，你看東到線上呢啲未講，你可能係個原同嘅事情來到你，你講哪有可能原同來到叫那小文冇練哦，過嚟改冷嘢咯，我去到每我去到個內湖嘅三軍總醫院，第二禮拜檢查出來講係個腰間的椎間盤突出，哦，要打空吧空。好，歡迎多轉來一個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。家體育團節目當中有講到大家本人霸凌、本人貶損嘅經驗。我談講後生本人霸凌嘅經驗係左邊嘅細節發生嘅事情係嗎？係哦，我霸凌嘅事係個左邊嘅事。你霸凌係本人霸凌？我本人霸凌啊，本人霸凌。但是哦，因為我走個病啊，那個大榔頭敲那個大地釘是這麼長的地釘哦。啊，因為我高中嘅時間我打 Q 啊，我藥啊。腰骨就挫傷，腰骨又受傷啊！所以讓我連莊講，我走唔走咧？其實讓我講，不行，你已經受訓完了，你必須要繼續做這個。
今日我是每下强用去考试啊、跑步啊、刺枪啊，该暗晡头我腰是冻痛哦，错咩唔系，衰咩唔系，伊看动作线上你都未讲，你可能系个运动的时间来到哩，不过哪有可能运动来到脚那手会磨练哦，过来改人嘢咯，我是到每我去到该内湖的三军总医院。第1礼拜检查出来讲系个腰间的椎间盘突出。哦，要打控8控控。该是摸啦，该是摸，该是上动诶，动上顶啊，自家会做嘛该，咧倒台用用板音袂按用音咯，系啊，该是唔啲自家用板音的时间哦，该服装记到对爱少年咧讲，哎呦，你心内按袂假哦，哦，该是心肝冻干苦哦。真紧，咱到卷吹地摆，左边的些接上的本因霸凌最有名系嘛个2013年洪仲秋事件嘛，太搞到地，因为他群体的霸凌动为找丑性商业性冠毒冻干苦，而且那时候因为大家暗抗思天，鼓手懂懂，就懂脑了，开始上给路风抽成白衫军运动安尼，不过你还问题之家的是系，你本因霸凌过后，你用办去效法是较清晰咧，好先。该时间是动上的离开该单位啊，系啊，因为伫街本应当然安尼讲，你心肝袂冻干苦啊，系啊，咁啲用办啥应该是去请该辅导中啊，辅导中可能嘛咁讲该伫个假，不过检查出来，基地的世界基本有降度，哎呦，研究暗样处嘛，该时间做完事情啊。好彩用个服装，然后个辅导中讲，走在本机来俩腾秀啊，在辅导室帮大家做事，慢慢的那个心态就变好。还有那时候的同才跟学弟，他们就是对我还蛮好的，渐渐心态有转换过来。真紧，虽然我不太想相信，好啦，冇啦咩，回去咱拄到了种亲戚，自家是唔是用班挑战呢？其实我是嗰种唔敢讲，还有冇胆概念啊。拄到安应该事情就是默默往肚子里面吞，因为亲讲讲了，我十个本应受理啊。系啊，所以其实我都唔敢讲。默默承受一切。你敢咩爱呢？我心肝都慢慢冇爽快啦，不过亲密还会请妈妈来讨论，不过妈妈都会买一杯真奶，老爱讲，冇事情亚秋黑，你要面对一个事情，所以呀，珍珠奶茶本你就欢喜错冇啊！感谢小妈，真劲诶，所以呀，珍珠奶茶就冇事情。但是冇珍珠奶茶。该堂开始想讲，你有安好骗哦，安好骗嘞，一杯珍珠奶茶就老你数埋汰。你奶就80你料还本你珍珠奶茶，下周唔得，下周唔得啦，开周。阿健呢，用用珍珠奶茶有救到。冇啦，我咩真奶啦，我希望老爱嘅睡梦眠从顺风啊，有一个哆啦 A 梦，我要老佢讲，我已经讲嘅哆啦 A 梦係乞兒啊，可以哆啦 A 夢，可以講冇啦，咩啊？老佢講哦，嘅希望我本愛力量啊，本愛勇氣啊，去田公益繼續去學教上課啦，係，哎，那种有枪哦，真劲啊，都好朋友。真的，這對心靈的寄託啊，愛啲阿雄凶奇嗎？愛唔愛啊？冇，你阿雄老佢做好朋友，唔像老佢你去過嘅牙膏。真勁，有哦。都唔得哦。拿阿雄来报复你，就本你珍珠奶茶好冇？总得。唔係啦，喺講唔知㗎，本然80個向用版來處理自己嘅心情咧。其實嗰種是嘅講嘅牙膏嘅事件啊，我係非常嘅冷清，因為嗰種是我紅蟲嘛，係會全部都係牙膏，跟我就想好啊，要來牙膏好冇？有嘅我就本體上敷，還要整理我嘅名蟲了後呢，適度牙膏了，適度嘅細條牙毛嘅，我就將嘅牙膏滴貼就算咧。後來我就想，為嘛解我可以感覺講係我嘅唔對，因為呢係記條80牙啊，我一開始當然我咪非常嘅艱苦講，唔過我唔係艱苦講，我本人80，我係艱苦講為嘛解兩條嘅朋友會按用型，我覺得他們很悲哀這樣。後來我就想，又唔係我嘅唔對，故說我覺得我好好認真讀書，理直氣壯嘅讀下去，唔過我又想，我覺得要淡化兩件事情，故說我就申請嘅走讀，走讀就係講冇帶學校。就會答應我自己去上課，下課對通勤嘅上下課。後來呢個感覺就慢慢越來越好，越來越好。我
该这样转移。那还没一种好的方式来处理。面对那种你不想接触到，会本人动态压力的地方，第一步就係有一種好的方法，就遠離壓力來源，因為本人好來恢復自己的心情。小鳳咧，面對那種事情，用辦來處理。跟他質疑講嘅吼，先莫講高雄市時代本來就安尼。哦，剛才講，你學校又係較特殊嘅學校，因為住校咩，也對老母來講已經當特殊嘅。佢加講高雄市因為帶啲學校，故所當然就會看到學長，佢喺外去做乜嘅，我就去做乜嘅啊，呢度去夾飯菜咁乜嘅。加下我有一班嘅啲嘅社團國術課，我有滾嘅咩，我飛，高雄市啊就講佢行啊過來，有一個機會咯，喺度飛，哇，就抹下落去，結果高雄市當細妹自己看佢哦，佢就個面吼上來鉗，又叫佢笑面，哎笑哪唔笑呢？你等下你就死定了。所以講伊是本人受理。當然有啊，我也抹落去以後，嗰陣時當然，佢就上我酸嘅，嚇，叫我去轉去宿舍㗎嚇，喺天台啊，啲門打開就對我看到佢起到幾片，我希望咩？你啲天台地方我叫我唔知叫去哪，來，跟我來，你別個有攝影機，給那個帶到人面從前面，一開始送來啊，唔中用來，啊，動厲害係嘛，動強係嘛，為了現場講，為了教，哦，把咗嘛通下來，哦，叫我通下來，係天拜耳鳴，係呢種，嚇，係唔知嘅把咗嘛，係嗰陣時冇人聽，係嗰陣時面細細，嗰個嘅把咗嘅打到邊難，係嘅對係嚟講咩嗬，佢班10年後就中意來。阿聰，我眼用家山哦，我哋看醫生冇，我體拜啊，沒有經驗，用公司都清破社會人我就走去訓導處，你還有多學務處，然後我就老高管講，啊幫人攀咧，啊報警，啱啱手，叫佢就廣播係那學長來，最後處理佢就留校查看。留校查看就當嚴重嘅，因為佢個犯乜嘅就要退學嘅。然後我一出去以後，佢就講。轉移就低嘅，你死定了。係咯，快嘅，我要總係轉移，我要轉移有名嘅，咁樣發條，教官，結果我死定咧，結果我研究佢，然後學長留啲嘅條嘅，啊，嗰事情過後，沒有同到學長講，就記啦，哦，佢再同我講，哦，我擺道，哦，打小報告，如果後來嘅就冇法講啦。個欺負唔咧，誒，都唔得咩捱哦。大家你下啲哦，總唔欺負佢哦。唔過我知道小鳳可呢，一開始沒夢想來了誤打誤撞，係真係誤打誤撞有這個機會才能夠宣泄自己。唔過家下們嘅大家係本人霸凌嘅經驗，兩下係問大家有參與過霸凌事件嗎？唔過霸凌有3個定義，就是第一個挑故意嘅，你卡頭起來霸凌別人嘅人；第二就係有意識上嘅霸凌，唔係主要嘅人，唔過有參與呢個事件；第三唔係故意，唔過你係順頭看，你有間接參與這個事件，有冇有按那個事情冇？你講？我要自首一下，我頭擺有霸凌過朋友，不過非常嘅排斥，因為亞嘅人吼，佢係有一些問題嘅人，因為佢當日都同我講，你知道小精靈在這個世界嗎？你知道小精靈在這個世界嗎？佢唔會嗌亞問題。佢都唔係強看人啊，阿雄冇強用，阿雄係一生命，它是一個生命，跟老那個小精靈，冇強用就錯了。小精靈也有生命嘅。對啊，還是天。看現場。無啦，我當然無強用，我開始講我嘅故事誒。雖然也有問題嘅同學，我真係對非常嘅排斥，我其實我真係拄唔掉，冇喺攞去做朋友咧。唔過佢有動作以外哦，為到呢想我想我嘅注意，佢就偷我嘅東西，偷我嘅東西。其實我記得佢偷我一支筆。唔過我非常聰明哦，我都會留下姓名貼，大家都會貼到5杯嘛吼，嚟貼到第杯度啦。嗰時其實我就留先生講，先生，有人偷我嘅筆，所以讓我簽一下嘛。先生講，哦好，我讓你處理。結果一簽就係亞同學，佢偷我嘅筆，一開始講唔係啊，亞係我嘅筆，我冇偷，我就盡快講。你家有看到冇姓名貼在這裡冇唔錯，唔過啊，幾時姐就講，佢勁叫啊，唔係我嘅唔錯啦，唔過我心講都懂騙啊，你哋冇，後面啊就看到佢喺角落，圖書館的角落，我就走過去跟他說，你下次不要給我偷我的筆。
听到了没？就按钮。可以给福总，王小凤的福总就2种嘢。嘿啦，那就遗传的啊，没有。遗传，讲喺你喺健叫嘅叫。无啦，唔可能係真係對伊阿同學非常排斥，因為嗰時可能就細嘅時節啦，係唔點應我啦，就像我老師講嘛嘅，故所對佢可能有一點陰影在。係真嘅，因為抽成佢動態嘅影排泄，係。以前頭擺有參與過804 camp 喎。其實有誒，所以嗰時陣你辦風啊，有一個同學佢學習較慢掉誒。啊，古時候嘅用成日攏係個好朋友哦，經常自拍講，佢學到較慢，唔做得去聽書記安尼。啊，後來沒有留佢聽書，不過佢後來就係因為好衰莫，個沉迷嘅線上嘅遊戲啊。其實一件事情應該按用就算嘅啊，唔過冇，嗰樣時係有其他嘅同學會對佢咩殺佢。韓國人會模諷佢，就會無視去挑起那個爭端啦，就變到講，我覺得要就係集體霸凌嘅一種誒，還挑自己小男2種嘢，小男哦，你就怎麼樣，冷嘲熱諷，咁樣去係冇嘅至於咧。其實我冇霸凌過人，不過我剛剛講下阿總顧就講到出嘅順風看嘅人，咩係我講出嘅順風看嘅人，咩係霸凌嘅人，因為間接參與者，因為2、3人霸凌2、3人，那些順風人冇聽書記講法，主要就係從認同霸凌嘅人做嘅事情係對嘅。不過嗰樣事我咩唔敢講，嗰樣事係我嘅同學就本人霸凌，咩非常嘅才高，嘅係啊，本佢就變到嘅歷史堂最大，地位度嘅最大哦。你說你的同學都懂電影嘅，都懂厲害，霸凌都懂厲害，遺傳的。學長教的。搞壞人太細啦，嗰陣時佢係就變到地位度嘛，佢就非常嘅才高，就慢慢去前，我就想嚇，我咩唔敢聽書記講法，唔講呢，我係做地插嘅，我就聽書記去請嘅就係請出來，係按用聽書，就單車按用，唔講。我感覺順風嘅人咩非常很為難啦，你唔知按用班去聽書啊。學者，韓國頭擺咩要霸凌學題哦。我要看歌啊。當接受啊。學生啊，老騙你嘅識嘅東西，咩槍咩？啊，你做到啊，就中秋講一下好。那這樣子哈，因為你環境較特殊，係特殊造成的，對嗎？因為住校又冇福利社，係嘛？係啦，佢半夜都市要用架山又做唔得出去，又做唔得出去，又做唔得聽東西啦。我說這種是有文化，就差不多半夜哦，該吃宵夜的時間，給學總就要去學弟的樓層，就要開始講，也要開始廣播哦，馬上有泡麵呢，哦，乖乖搞出來，那係冇本來做到，哦。我就話咩書，那係油去給它彈成，我就做得正常買賣哦。自己攪啦。自己攪，要油100哈，我咩半夜都是要誒，就是學弟講，人家有泡麵冇？啊，冇啦，冇啊，別動啊，要徵收哦。我喊徵收，根本也按不聽500，對嘛？哦，前面來記下啥？你有啥真言懂快？真係有按有一次。意思講我是第5個人的啦。已經冇嘅啦，你講來聽慢嘅，已經冇好買，對嘛？嗰種時候咧懂排泄。你班上嘅男同學全部有一半全部空到嘅，躲在櫃子裡面呢。然後我們說怎麼了？他們說學長要來收泡麵，學長說我們不在。跟住反擊咩？哈，泡麵等同於現金，對嘛？壞學長啦。哦，懂得一樣的，難怪會搞出安那個學生嘅。學生安那哈啊，反擊抽成。觀眾朋友，想下這世界特殊家韓國出沙飛個英國嘛嘅80嘅事件，韓國兩條嘅後生人，兩條80事件過後，叫做用辦嚟補救咧。下一段節目轉來，繼續來討論了。時代悲劇啊！該反擊。係啊，歡迎切㗎。好啦，古總係咪要對這種些學弟哈，有本來實施375減租徵收的學弟啊，灰色裡對不起，看起來好沒誠意。對啊，假惺惺的。假惺惺。嫁給啦，嫁給啦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嗰個節目現場嚇，今日大家有參與過80事件喎，我哋下要俾大家機會來回答你嘅。啊，首先當然係你嘅太科誒，黃師傅，我對學天個問，而家師傅誒，我最師傅誒，騎條旗嘅太科當然太科啊。這種環境嚇係
时代悲剧莫啦。改反击。系啊，欢迎去家。好啦，古总啊，没有对高雄市的学弟哈，有本来实施375减租征收的学弟啦，非常的对不起。哎呀，咩挑故意呀，收购泡面啊，也唔系快，也系晒，唔知嘛，也系贪吃。也系皮，张歪皮，嘿，有啲晒啊，张歪皮。哎呀，好啦，对不起。看起来好没诚意对哦。啊，假惺惺的。假惺惺尬的。给啦，尬给啦。哦，时间久诶，系嘛，即感性吼煽情就多余诶。好啦，嘅意見啊，想要對頭班人講嘛，介用班來補救咧。其實因為最近有嘅各種嘅同學哋討論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下沙飛嘅案件啦，韓國吃晒嘅新聞嘅時節，就會想到迄個基隆市吼，你有起出嚟聽書記啊，迄每記迄一下就唔會做出傷害其他嘅事情，啊有用嘅換位想法去想啦，迄個萬一讀到本巴年嘅人，迄人嘅平屋卡人。一個嗌請人嘅時節，我絕對會起迄個聽書記嘅，無所謂來講排泄。比如方面有調查，其實80%人嘅受害者可能會發生重度嘅症狀，比如講會離家出走。會對學唔去上課，韓國會出現慢性疾病，最嚴重可能精神方面出現嘅問題，變做有不足症、有超抑症，跟住按到嘅真的最尾，甚至較嚴重人還會去自殺。不過80呢件事件對人呢影響實在係非常大。不過下世問一下，問隻國土來講，假使到學校發生按呢80事件，你從人身上誒，假使成人事件有80嘅事件會發生嘅時節，應用解散處理咧。以前我是到一隻辦行，是從一隻社興嘅社會，所以我到辦行，其實我最想用嘅一種方式是分組啦，因為我是到分組嘅時節是做在本身因一家。比如講學會講話嘅人啊，其實有可能做得起老，好唔會不善表達嘅小朋友是做得強住，還其實做得就從中學習嘅相處嘅方式。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是，我本佢一家係分組嘅時節，事實上冇組嘅都係共用嘅聲音啊。就係離家，係，就係離家。冇嘢攞嚟強下。係啊，所以冇嘢嚟撈佢窮下，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會用一種方式，是按照專長來分組。哦。所以比如講，你一組地位讀，就是要有會畫圖的人啊，要有會寫字的人啊，要有什麼？其實我自己係親。係，你接上去講吼，嘅學校制度嘅辦法，甚至係一個團體，就係個社群嘅社會。因為學問用辦老撇上人相處，用辦去學別人嘅優點。咁到呢一下度將咧嘅企圖讓愛嘅立場，發生呢個霸凌嘅事件嘅時節，總應讓愛用辦來處理，用辦調整自己嘅心態咧。我會用心雙保3隻能力。應該講係能力，第一張能力是叫勇敢，第二張能力是叫敢冒險，第三張能力是我看面色。因為佢差唔多小2嘅時節都好剛是發生一件事情，是佢雙保都好翻單槓。可是兩下成員呢幾乎都不翻單槓，因為佢都驚會受傷，結果。我是帶雙保去翻單槓，和幾多班紅界社冇有看到是知道，很好玩，是全部聽人雙保去翻單槓，結果是有小朋友受傷跌下來。故所係嘅成啊，自家去學咧調廣告，唔係雙保教佢哋調廣告。其實因為佢看到雙保教當學教，其實聽得去教，可是學教嘅先生是當奇怪，佢都是知道，因為一般嘅先生佢是知道雙保不應該去調單槓。係啊，因為幾次都係雙保去吊單槓，小朋友看到這樣，係，佢都該件事情經過了，我是知道了3種能力當重要，因為你勇敢，你就在保護別人；還你係自家敢冒險，你是會保護自家；還你會看人面色。你是唔會人引導講話的時間沒講啊，引導講話的時間沒講，就變成不會察言觀色，你每對自己是一個走在保護自家。係，真嘅兩個3種能力，其實唔單止面對呢霸凌事件，還講唔即刻出社會過後，呢3種能力真嘅咩東西，尤其係看人面色，種人爸爸嘅，你下有聲嘅咧，準備要上學校嘅，勇敢在家是喊白要按你嘅時間。你蠻孤獨。好啦，冇好。未雨綢繆冇談過啊！你係節目真認同吼，因為
本来无想过安尼问题，俺要上来就晓得做阿爸呀，系嘛？哦，因为咧主题也有想啦，迄种最主要就从细就要教育讲，你迄只懂真诚的人哦，啊真诚的人唔会对骗人安尼，但系骗人对人安尼就冇真诚，啊本意提讲，乜该迄好，乜该迄坏啦，要能够辨是非啦，因为佢提讲乜该迄好，乜该迄坏，就提讲乜该做得做，乜该做唔得做，遇到问题要教佢。刚才讲要勇敢嘛，要冒险，就懂得说不。我还有来从细就要提供，爱阿爸，吼，爱军师。然后爸爸讲不，唔要啦。要事实跟爸爸说 no。对啊，是我咩？我让佢提供爱甲军师，系嘛？有问题当来参详，爱听我本佢意见，本佢支持。安尼其中位人来讲啊，我讲从细人来讲就讲，要不按讲啦，唔好打嘴耳哦，是冇命咧。以后佢嘛开始唔让来讲。系啊，真嘅。哎呀，古总来说一定要让他觉得人来讲系友好嘅。古总只爱声音嘅有老家种反应，不管用嘅一天我本佢就缝法，乜嘅缝色，哦，最冇咩本佢提供係要人支持。冇以後就冇嘅，就冇機會嘅。啊，唔可以人嚟講法嘅。有男朋友就唔會插嘢啦。冇係唔係。哎呀，真嘅，種人家種嘅人，真嘅不管喺多哪邊，就要關心自家嘅生意。比如講佢可能你會發現他今天有啲不準，你就會想講，到底係咪有人欺負佢，又係搶黑？我今天沒有吃到紅豆麵包，我都開苦。跟假使喺兩種事情就冇相關啦，因為天公人很多人買得到。你假使真嘅有人調試老幾個紅豆麵包空起來，佢就真嘅冇用用哦，係冇？因為你種人太年嘅人，千萬唔好本自家嘅聲音，不因霸凌還去忽略他，要抱着息事寧人，還係講你一下接到安尼心情就講，愛去請示，愛去老幾想死，係唔係？而且想輸呀。你絕對不可以，因為這個給小孩子一種很負面的示範。最不行的是什麼？忽略他，就冇相關冇唔怕啦，韓版你就習慣了，韓版慣了，哎人家把當你都講真咩本霸凌啦，係咪冇本身嘅案呢個上吧？韓國都學校發生霸凌事件時，觀眾朋友記得，你有校園防治霸凌專線，假使發生呢事情，嘅學生嘅先生，韓國家長先大力去天發，就都得本大家有一個好好嘅保護，好好嘅調查，真正有霸凌事件嘛。下一團節目轉來，來討論一下，到底我們為什麼會成為霸凌拍上癮嘅人？韓國做乜解？你有本人霸凌呢？下一團節目轉來，繼續來討論了。我來澄清一下，我就搶霸凌呀100聽聽呀小精靈聽聽，唔講呢，行愛老嘅100含啦。冇啊，就呀100聽啊，係懂有愛心嘅面哦，還係懂 friendly 哦。貴州嘅時節就係唔俾人我嘛吼，想要講嘛嘅就講嘛嘅，故說才知道可能因為一件事情造成他很多不同的陰影。小精靈同學，你現在在看電視的話，我會搶你示範，尊敬排 C。佢可能冇想讓人見面呢。係呢。我相信他記得我們小精靈的回憶。好，歡迎大家多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嚇，而家要講到按到為霸凌拍上癮嘅人嚇，韓國自家要補救咧條霸凌嘅方法，唔過你對社會是讀書家下，甚至係咧下出社會，一定會遇到按嘅霸凌事件，遇到本人霸凌嘅事件，按樣辦來處理。韓國做乜解有想過自家會去霸凌拍上癮，樣辦來避免自家變做霸凌拍上嘅人咧？好先來講一下。我係咁講哦，咩講用班嘅人唔係變成霸凌平嘅人，係第一自家用班安樣做，因為有啲人時常佢講嘅啊，我安樣做，我係通好是為人通，我係時候讓我做朋友，所以我係霸凌平人。冇成日都好，嗰新冠毒哦是常講，我冇霸凌平，我新冠冇訴訟啊，係啊，幾時變落去霸凌平人？唔講我係咁講，但係因為安樣人哦，應該要當到下海嘅方式啦，係啊！呢霸凌平呢自家感覺當歡喜，啊平當幹苦，啊新冠要受傷，根本唔係好事情啊，係啊！故說，我係咁講，我本身是非常相信現世報這件事情，對，所以說我係咁講，你用下多嘅時間去關心朋友，去同朋友講嘛解，為個新冠毒去傾聽別人的感受，多做好事啊，善有善報。就是這樣子講，沒錯。哎，是師父開示嗎？做好事，說好話，一條做好事，有神靈。什
梦丽是善哉，不是啦，我是觉得多做这样子，多发善心，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，那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减小啦。还有好嘅循环就超嘅好的循环。感谢我们的后生师傅本太家开始。好嘞，两枚辅导平台，一起来讲一下，用版片面变做80配上瘾，还可以你度到804天的时间，勇敢来处理咧。嗱，知道講迄個無中醫嘅人，也係講你用風來啊，唔是講特別去咩殺氣啊，也係講老幾告啊。我們說的告就是講，要挑起那個爭端啊，係啊，其實條條會撩人啊，係啊，冇愛用氣，因為為讓人做好朋友嘅，所以講嘅頻率係共用嘅，真會讓人同佢做好朋友嘅。係講唔切假獨到本80嘅時節，咪只有講天窗啦，我留嘅深度化來講出來，也係講親人嘅好朋友啊，講嘅。啊，冇聽錯，也好朋友會天數去8，有嘅好朋友可能會攞天數啦，唔係去80配上，唔係去談嘅心思啦，攞人做盤，係看講安樣來記嘅事情。講就好呀。唔過我咪希望哆啦 A 夢變到真人啊，有嘅神樣嘅啊，係咪？係啊。好朋友。唔過你嘅有嘅缺點，相對你家來講，佢冇朋友呢。那我至少有阿雄，我唔記得有阿雄。要哆啦 A 夢叫阿雄，咁兩個嘅阿愛做好朋友係冇。嘅小鳳人知道，用版戲冇愛去80配上，用版片面變做嘅80炸。唔好人個講法講暗藏，用版片面變做80炸，冇人係之後家下，安尼又知道。80吼，唔但止會發生啲學教，出社會以後咩動作會獨到，捱就要注意咩捱哦，大家就要注意唔好變做影響別人心情嘅人。係啊，我人係買嘛，唔人係買哦，就冇飛，會安尼會影響到人，係嘛？是這樣來，係啊，所以我覺得說，還有就講，那係有人會影響到人，啊，通常吼要。被人家那個情緒勒索，安尼不影響，就會因為你在乎。故說唔知道這種人從小就嚟欺負吼，你就唔愛分佢，放棄他，你用一種關愛的眼神看待他。哎呀，讓人用法按採購，做事情會按呢。啊，佢再講唔出好話，專門講法按嚟糟蹋人。哎，採購啊，採購，係你看心情就會較好，唔會受到影響。係咪大家第一用版對付種白強嘅吼？好，就用法按採購。出來你顯咯，喊煙吧，萬一很幾日先冇來。韓國嘅老太家提醒下，根據你教育部嘅統計，其實80炸有些統計在學校面去霸凌過別人的小朋友，其實20%是不是超過20%是不是嘅社會，其實佢哋頭擺係本人霸凌嘅人。所以他是有一種報復心態。錯，就像你可能要統計到世界上當中人犯罪嘅人，其實為嘛該變到安尼？因為佢這世界開始就本人霸凌，又被人家用不同的心態去對付他。不過現在呢，要給大家心情喊話一下，對嗰條是本人霸凌過嘅，還係你去佢霸凌過你嘅人來講一條嘅話，先講下，我下看下係你家嘅小精靈，我來講乜嘢呢？我來澄清一下，那就像80呀100聽聽呀小精靈聽聽，唔講呢，行我老嘅100含啦，冇啊，所以呀100聽係動有愛心嘅面哦，係動 friendly 哦，唔講係老嘅小精靈同學講一下真嘅係。非常嘅排泄，正係排泄嗰加排泄吼，因為細個時節、貴少嘅時節就係唔點應我嘛吼，想要講嘛嘅就講嘛嘅，故說我知道可能因為一件事情造成他很多不同的陰影，佢也下面唔啲記起那位咧，係講啊，小精靈同學，你現在在看電視的話，我會搶你示範，真嘅排泄。有沒有80？人家有，我喺80年後來講好冇？你講，我想一下冇，佢可能冇想讓人見面啊。係咩？我相信他記得我們小精靈的回憶。佢冇想會想起，但是他心關度當強嘅一種回憶哈，可能想到這個半夜會突強起來，不死強，好啦，可能佢也看到我，知道看起來都有愛心嘛，規年變的啦，就會知道，你給他懂等一下哦。好，謝謝，謝謝王美麗家，沒有建設性的回答，你就冇愛談嘅回應來講一下。通常啊，漢係持到好有感應為本霸凌啦，漢霸凌拍啥感應，佢其實
应该动咱去感受是被霸凌的心情，所以爱起都还要将心比无心。准啊，按太险还要不给8个。就为你啦，就为你要将心比心，因为将心比心就是现在人动缺少改东西。你如果都不将心比心，你怎么会去霸凌拍杀？就按你接上讲的，去到配音的舞的想一下，不要只是永远站在自己的高度，要换位思考的感觉。给以前嘞。我先老18高嘅人講哦，什麼嘅用18愛，不，沒有，什麼嘅用是對愛用型啦，每部愛呢一下嘅心啊，見來見堅強。迄講呢，愛在個讀到嘅時節，愛從愛天初嘅變係那強嘅嗰種女性嘅啦。啊，另外就係講愛80高嘅人呢，講排泄嘅用時呢冇企出來，對於一些溫暖、一些碰觸，希望唔一下很做的。平安順遂。跟你記說來霸凌醫學，我就講佢霸凌嘅人已經離過。係啊，講咗係最後提供給他喊哎呀，真應該從後面還要做後置，一路好啫。你講講出來，當場唔可以攞人祝福嘅花呢，有冇按係哈？沒有，正經講過，係每件對自己已經做出唔好嘅事情嚟啊，唔會講啦，係啦。真件吼，真件。觀眾朋友，咪想一下，唔知勢到底下出社會過後，係唔係有本人霸凌過，係係唔其實係幾隻霸凌拍殺嘅霸凌者咧？我記得聊到嘅負面情緒啊，唔好見掉到地步，最重要嘅係唔好留嘅負面情緒帶到人生嘅未來。你下開始正向思考，本自己人生有好嘅未來。最重要嘅係記得下禮拜開始，明日繼續來收看 N 嘅後生台上公，因為大家講。